另外，繼續來看到這嘉義市東門醫權呢，對5月開始來進行改善工程，原底是按算講9月就要完工啊，也毋過即馬所有民眾發現講，這挖出來的物件當中，哪像是有300多棟前這城門的建材，而且當咧施工的這個所在呢，嘛會當看到一寡石頭甲磚仔的結構。目前這文化局已經要求停工，同時嘛按算找這文資委員去現場會勘。醫權改善工程的現場，將挖出來的土石暫時用布蓋起來。邊仔原本要灌紅毛頭的窟仔，即馬嘛暫時停工。這個東門醫權原本當咧進行整修的工程，意外去互民眾發現挖出來的物件，好像就是清代時期城門的紅磚仔甲石板。東門醫權在施工這個事情，算在心裡就有個疙瘩在那邊。對結果看下去，不得了，對，就是真的清代的那個紅磚的那個結構啊，然後還有那個很巨大的那個石頭。第二層是那個大的板石，大地迄我看到迄個你看迄個10地迄個啊，最下面拆成才是紅磚，伊這下底全部攏紅磚。嘉義舊名合作主樓，捌佇1704年建成，後來因為第當時的城門只剩東門，日本時代國改建築醫權較大，市政府原本要來進行醫權環境的整修工程，所以意外挖到親像古早城門的建材，接到民眾通報的嘉義市文化局誠重視這件代誌。兩名停工保存現場，暗算要請相關專家到現場來會勘。在那個切面中看到，有一些鵝卵石或者是紅磚，清朝的紅磚的遺構。那以及在附近其實有散落一些疑似是挖起來的那個長條形的石頭，所以我覺得就這個判定已經可以知道它其實是一些人為的遺跡的遺留。下禮拜的時候也會帶着文資委員呢一起到現場去做現勘，後續呢我們就會依照文資法的相關的行政來作為處理。地方文書人士指出，諸羅城最後落來東門，經過地動戰爭甲都市建設的影響，最後也是佇1955年來無去，所以地方對諸羅城意象一直以來只有圖面甲符號，即馬找到可能有322年前的城門遺構，嘛希望相關單位會當好好重視，替地方保存重要的歷史痕跡。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